香港查甫人利用员工名义吸收大家体液、现役军人，检方依照违反国安法定罪，甲7个人起诉。伫咧波兰，欧美国家用来军援乌克兰的铁路防破坏，当局认为真有可能是罗西亚伫咧背后变鬼变怪。英国检察司长公布2005年的年度代表里 Parasocial 反映现代社会甲情感结土地单向关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台湾有代志达到日本存亡的危机事态，就可能会采取军事回应，无排除来出动自卫队，是互中国足无欢喜的。中国伫咧黄海内来实大演习。而且发布留学日本的意见，要求中国人近期莫去日本佚佗。中国佮讲，伫咧11月22、23 G20 峰会，因的总理李强未甲高市早苗来会谈，昨日本就派官员访问中国，今仔日因来进行外交协商。针对这战中国外交部表示讲，要求日本回信内，高市早苗爱甲关系到台湾的言论来收回，互中国人民一个明确的交代。不过，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官员伫咧会议当中是抗议中国的外交人员讲要甲这个高市早苗斩头这个言论来抗议，并且表示高市早苗关系到台湾的言论未来收回。日本的立场无改变，中国这边就讲对这边这个会谈的结果真无满意，看起来中日关系无等好，是继续紧张。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挺台湾的言论，并且以无爱收回，引起中国的不满。来伫咧黄海呢实弹射击，咱国军表示讲会随时监控开设应变中心，提升战备操演。另外，美国要卖咱武器价值代表102亿，中国共款调起来咱国防部强调讲，中国是区域一份子，爱停止威权的扩张，莫搁侵了普色地带。美国政府进前批准一项3.3亿美金对台军售，差不多台票100亿外。这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届对台军售。消息一日出来，中国国防部丢下断地，批评因会小心已经向美国提出正式的交涉。美国政府这一次就空军的非标准航材零附件对台军售的案子进行智慧国会的程序，这个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持续协助我们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的力量。我们始终相信，以实力为和平。国防部爱中国停止威权扩张，加一直侵扰。不过，这阵啊，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先是宣布要伫黄海中部实弹射击，即马搁要为18至25伫黄海南部连续实弹射击8天，国军唔敢大意。是敌情征候及威胁程度，开设应变中心。及提升立即备战操演等作为，并先期部署兵火力应处威胁。外交部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其实都会就各领域的议题来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此也要呼吁中方应该要善尽大国的责任，停止任何危害区域稳定安全的挑衅做法。中国连续2届军演，明显象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代志的挺台湾言论。不过，美国退将蒙哥马利伊讲，以国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都捌有同款的观点。China's actions over the last 5 years have driven a change. And look, Prime Minister Abe, who is her mentor, hinted at this aggressively. He said, I think quietly, that a Chinese attack on Taiwan would be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Japan.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o confusion that Chinese overconfidence today will lead to miscalculation tomorrow. 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嘛建议台湾，因为能源挖靠进口，除了扩大各位美国液化天然气侵犯双边关系，为了避免受到中国的压力，会当强化甲日本的能源合作。另外嘛认为美国海军应该优先规划替前往台湾的船只换挂美国国旗，同时进行护航甲商船护送的操演，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飞机手顺利要到咱台湾，真正已经甲国军个别讲有间谍。一个香港的查甫人，名号做丁小虎，受到中国军委政治部联络局的指示，利用员工的名义马祖交流来台湾发展组织，是吸收6个退役现役的军人，佮甲官兵洗脑，讲若发生战争，拢境内卖抵抗。即马高检署是依照违反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才罪嫌起诉这7个人。
和庙方的人员做伙翕相，伫相片内面穿白色的靴子。这个香港的查甫人丁小虎，伫7天前以湖南省浙江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鹿港天后宫去交流。但没想到伊真侪摆来台湾，后壁的目的是涉嫌伫台湾发展中国间谍组织。根据高检署的调查，丁小虎是受到中国官方的指示，真侪摆借商务活动也是观光的名义申请来台湾，透过地下汇兑提供1112万的报酬。吸收时的退役军人2个现役军人下令去探听基本资料，和说服现役军人2方若发生战争，带领部署消极卖抵抗。是本部执行内部清查作业时，发现杨姓少校行止涉疑，立即依国安联防机制通报国安局、统合县指部、调查局等单位共办。经过严密的收证及损害管控，循线查获上游的不法组织，即报请台湾高等检察署统合台北地检署侦办。高检署18侦查终结，甲丁小虎和6个现役退役的军人，照违反国安法等规定来起诉，求处重刑。国防部是强烈谴责违背忠诚义务、叛国的行为，嘛落实设备人员安全调查机制，针对中国渗透的手段这么多元，征调军上校向德温签投降承诺书，后果真是真戆野。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柯凯杰就指出，中国对台渗透的6大手法，分别是泄密、亲像无昔日签投降协议和组织的渗透，分裂社会是中国间谍渗透到台湾的各政党和科技泄密铺设地带的行动。我们刚买的高科技武器系统的这些部队的士官兵，因为这个武器性能到底怎么样？因为他们是操作手，他们非常清楚的如果他们把这个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所有的参数向外透露，我想中共对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中国渗透的目标过去是锁定国军的高层，即马若是扩大到基层的官兵，一般的民众嘛防锁定。陆委会表示讲，因为中国的渗透防起诉的人数连续几年一直增加，2022年有28个人，2023年来到86个人，去年超过100，有168个人。学者认为讲，应该要加强预防作为，落实全面国防，才会当防止中国的渗透。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农药分配的技能出回到台中，中华地检署扩大调查，搜查台中、两中2项。认定讲负责人甲有问题能载回来，是涉嫌犯着食安法甲诈欺罪，以20万来交保。也技能封存25万粒是拢总销毁。台中市府公布35间有用到无问题能的店家，业者拢已经换合格技能。另外，中华管府公布无问题能有7万粒流去到新北。有4600粒，确定已经卖出去。重机械车辆来回校，涂骹的2接4过盆，中华县文雅服务场技能分配年超标，紧急封存的25万粒技能，17暗由中华地检署指挥保持总队甲中华县府全数销毁，检方另外指挥调查局搜索台中市、两中2项，佮带回负责载2个姓林负责人，复审了后认定涉款食安法甲诈欺罪嫌，裁定20万交保。局者表示配合检方调查，也法官网强调家己也是受害者。搜索涉案鸡蛋商，并带回负责人，认为涉犯诈欺以及违反食安法，罪嫌重大，宣毕后交保新台币20万元。明明就是不知情啊，对啊，你说交保20万真的是很无辜，不知道对我们所谓的诈欺罪在哪边，赌又不是我放的。两件甲彭广共超过4万粒问题卵，伫解除移动管制期间流入台中市海线35间店头，包括早顿店、点心店、烘焙店甲商旅。部分店头表示，查实知影消息的已经退换货，也毋过也有已经使用完，目前拢换合格卵。10号左右，他们有通知我们说这一批蛋可能有问题，那我们也是在当日的时候就跟他们处理，就是把那个我们原本里面所有的蛋。就是全部退回给他更新，那一批呢都已经这个用完了，那我们目前现在的这一批蛋呢是有经过检验合格，它是没有问题的。台中市长罗秀燕18日记回备询的时透露，文雅服务场第2批毒技能，毋那是流入台中，希望有关单位赶紧公布，以免形成食安的空棚。就我了解，不是只有流入第2批。他通卖的这个不是只有流入台中，是应该别的地方还有。毒技能风波炭烧，中华管府表示，18搁较公布1万粒卖去新北，已经回收5400粒，不过有4600粒已经封闭出去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也花莲这边马太安溪今仔早起呢又搁重起来现场施工单位呢是随体力。花莲港务段就讲哦，爱等到水位提到安全的范围，才会当继续修理变道。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讲，这届大水甲崩山湖无关系，会加强监控。也针对着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在后中间特别预算，行政院表示讲，拢总是编270亿，扩大到30亿。同个高压水灌真济土沙来，不过河床内还有基固的施工，看水愈来愈悬，只好暂时停工。花莲马蛋溪水伫18早起过向向顶悬，现场厂商只好紧急撤离。公路局花莲港务段表示，目前登加河床污侵，还有清暗港，因为水位顶悬，只好暂时停工。它包括这些要清理的东西，整个又被这个暴涨的河水又冲掉啦。是昨天我去看，他们讲说大概是3倍大的水。那这个状况就不行啊，这个有危及我们的施工人员的安全。花莲港务段是讲，因为马大安溪河床规个短悬，水若退都会加速变道的修复，已经有规划更便桥增加伊的宽度，水位会顶悬。林保署花莲分署讲，这可能甲这几天落雨有关系。附近下雨之后，集水区的那个集水区，它集中的水都流到那个河道里面流出来的，跟淹塞湖没有关系啊。林保署花莲分署是讲，崩山湖的监测数据无变化，毋是一楼造成溪水顶悬，也会加强水情的掌控，也甲相关单位应变机制。针对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灾后的重建，立法院进前3读通过经费上济300亿的特别条例，行政院通知各机关的需求了后，拢总编列270亿，要捞后续的30亿。我们的各级学校对学生跟教职员也发挥了心理的辅导的作用，还有我们的志工团体的投入、宗教团体的投入，以及在地的几个教会，我想第一时间都充分的发挥这样安抚人心的工作。另外，针对马大安溪崩山湖一楼受灾户，会当得到的直接补助，敢占特别预算的6%。在野党立委这个甲丹那市风台的特别预算差真远，对应台解说，这届还有14亿的存款会使用，两个受灾户规模无共，毋望调野支持，会当赶紧予灾民正常生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讲要买沙特阿拉伯 F-35战机，好，这件代志若准有影。沙特阿拉伯就是以色列以外，伫咧中东地区第2个有 F-35战机的国家。即卖外界就关注讲，美国做这款动作，敢会来改变军力的平衡？美军 F-35战机快速飞过天顶，这是美国上先进的空军战力。美国总统川普17日咧会见世界相关官员时阵，被问到是毋是同意卖 F-35予沙特阿拉伯，第一遍确定，强调三国是重要盟友，也甲美国同款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外界预期军售将会真济。沙国王储沙尔曼则被访问美国，甲川普会谈时阵的重要议题之一。They want to buy. They've been a great ally. They've got to like us very much. Look at the Iran situation, what we did. In terms of obliterating, we obliterated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Yeah, I will say that we will be doing that. We'll be selling F-35s. 团讲这项军售规模可能到48台 F-35，金额是几落百亿美金，一定会强化沙国伫波湾地区的空中优势，也可见美国一向以来维持甲以色列这种优势正式底线。自从川普第2任期开始，沙国答应伫咧能源、军工、AI 加基础建设等领域，伫美国投资差不多6000亿美金。这嘛，佫有国界战机军售，表示双方关系伫咧哈少几名了，已经快速恢复。الحادث اللي حدث مؤلم جدا لجميع السعوديين، خاصة لأنا مواطن سعودي، وأعتقد أنه مؤلم لأي إنسان موجود في العالم. هو حادث بشع غير مبرر تماما. اليوم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تقوم باتخاذ كل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قانونية. 英国人权团体认为，沙国王储沙尔曼依然无法度摆脱哈少几名的阴影。2018年，伊第一遍公开讲到这件发生伫咧土耳其伊斯坦堡沙国领事馆内边的谋杀案。伊讲这是无法度合理化的罪行。即嘛，伫国际社会大部分的国家拢甲伊重新往来时阵，美国股买卖 F-35战机，也有可能的防卫安排，互人认为是军火加投资，属政治罪行。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much more transactional with respect to Saudi Arabia. As with the first term for President Trump, there's really no emphasis on human rights. So that's much less of an obstacle for this relationship. 美国甲沙地关系伫川普第二任期，搁再转到高度交易式的方向。沙国想要找更加明确的安全承诺，包括亲像是卡达的防卫协议、核能加航空合作。也若美国注重的是军事订单、能源稳定加中东局势内面，沙国作为关键中心的角色。学者分析，伫这种立场之下，林权甲民主议题已经无法度放伫咧谈判桌顶头。伫地缘政治加庞大长期影响，这场 F-35外交究竟正做川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内面上有争议的一项。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讲，波兰当地时间11月16日暗时7点半到9点半，拢头先讲一个铁路防破坏。这个防破坏的铁路伊的重要性就是咧讲，这个欧美各国即马就是透过这个路线来送各种军事支援给乌克兰。即马铁路防破坏，波兰都认为讲真有可能是罗西亚伫咧背后变鬼变怪。不过即马呢，波兰是无查到任何具体的证据。伫波兰东南部的小城市普瓦维，会当看到一个火车停伫铁轨路，不过其他列车也是照常行驶。伫铁轨路沿路4公里，大庭警察加其他单位的调查人员，当详细地搜查是毋是有其他互人破坏部分，还是匪徒留落来混账。Wczoraj około godziny 7:30 na trasie kolejowej jeden z pociągów zatrzymał się, ponieważ zauważono wyrwę w torze kolejowym。除了暗时7点半以外，2点钟后附近佫传出类似的状况。这条铁路线是为首都华沙一路往东南方大城罗布林，当地除了是波兰的文化城镇，也是俄乌战争后欧美各国军事支援乌克兰的转运中心。所以波兰政府把箭头指向罗西亚，怀疑就是罗西亚因塞索人破坏铁轨路的。Prawdopodobieństwo, że dzieje się to na zlecenie obcych służb jest bardzo wysokie i decyzje prokuratury kwalifikujące to zdarzenie również to potwierdzają. 波兰若是各国当中上积极支援乌克兰军备的国家，前往乌克兰战场的外籍佣兵嘛是波兰人上济。当然，波兰嘛拥有参加以罗西亚做目标的各项演习。包括进前伫挪威外海由地主甲英国波兰海军所参与的实弹射击演习科目，包括由挪威海军舰舰发射鱼雷拍沉白艦。另外，当地法国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法国总统马克宏签署意向书。由法国卖100台飘红式战机予乌克兰，通强化乌克兰的防空战力。不过，生产飘红战机的特殊公司，因为供应链的影响，年产量目前维持25台。还有其他国家排队等要交机，乌克兰上紧爱伫2035年才当得到这100台新战机。当然，钱愈欠愈多，这往是乌克兰一定都要面对的问题。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全国外月2025年特别来结束，英国剑桥书店公布今年度的代表字是 Parasocial， 翻译做与社交关系，意思就是讲人对唔捌接触过的爱豆、梦情才会出名的人，无实际接触，甚至讲是对 AI 机器人来产生单向的情感连接，这情感呢，大部分是个人的想象。流行家天后泰勒斯宣布甲美式卡球员凯尔斯订婚，全球民众拢献上祝福，听到甚至就像面对亲密的家人，也是好朋友共款。I've been a Swiftie since I was 6 years old, so I've seen her go through all the relationships and breakups and always come out on top and happy, and I think she deserves love. 虽然互相唔捌真正面对面互动，也无建立实质的感情连接，真侪人犹原会对向往也是信任的爱豆、名人甲梦红产生单向的心理依附，甚至这种感情对象可能是虚拟的 AI 太港机器人，也会当互人得到安慰甲陪伴的感受。受到社群媒体甲演算法推播的影响，这种现象愈来愈普遍。英国剑桥书店就安尼选出 Parasocial 以社会关系作为2025年度代表字。反映现在社会中愈来愈侪人将感情寄托建立伫单向关系上的趋势，这甲社群媒体深入人的生活真有关联。剑桥书店这摆收录的新技术，多数甲社群媒体文化、甲生成式 AI 发挥大的使用有关系。
像有影响力的技术，思路记的就是低品质的网络内容，特别是 AI 生成的资料。你们反而讲的是某一个事件导向，也是政府会被引化。建交今年收录6000多个新技术，包括司机比例。司机网络被因之表示真酷真嗨，有时甚至无固定的含义。那伫愈愈关注，伫愈讯号。形容活伫幻想的世界对事物抱持无实际毋忙。另外，也有 Chatwife 是 Traditional 的组合创新之一，是伫 Instagram 甲 TikTok 上流传的争议性热调，倡导女性爱回归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用字。研究书店编辑表示，只有持久性的技术才会互收录。今年的选举也显示，社群媒体甲网络文化对现代语言演进的重大影响。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恐龙大约伫咧6600万年前来消失，也是安怎会来大规模灭绝？这个原因唔知影。学界是继续找找答案。也英国古生物学家今年热人就伫咧牛林郡一大沙石场发现这个恐龙的脚链，也这个脚链是行马200公尺长。沙石场爆炸的声音震撼人心。现场英国的古生物学家心情也真激动，因为能看到下骹的恐龙脚链。We're the first people to see these, and also it's just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to work on something in the UK of this size and scale. It's so rare to find something this big where you can get that picture into this past world. 这片恐龙的脚线有200公尺长，大骨多，专家看甲是心内挠挠，赶紧摕机器来清理，规身人趴喺涂骹看。Little tiny sea urchin.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because it tells us that these were marine conditions in open seawater before the dinosaurs came and walked here. 这是沙石场第一面发现恐龙的化石。1990年代甲2024年，沙石场的另外一边也捌发现恐龙的脚线，不过规模跟这回是袂比的，而且最近挖出几多种贝壳，还有一只海胆的化石，也互大家更加了解恐龙以前行大走跳的环境。这个沙石场伫古早时代可能是一片石湖。恐龙伫6600万年前为什么大规模灭绝？怎么也唔知。伫阿根廷南部里奥内格罗省有一个正适合观察灭绝进程世界的所在，捌发现真侪海洋动物的化石，伫十倍阁找到新的。Este material está espectacular. Por ahora es único, porque en esta localidad no encontramos otro fémur con estas características. Hemos encontrado fémures grandes.Pero no cosas así. 考古团队除了发现比例正特别的斯卡类恐龙的脚骨，也找到一对金甲头骨。Bueno, los muchachos que se fueron en la parte anterior habían dejado medio al descubierto una escápula, ¿no? que es el hueso que tenemos atrás, acá en la espalda, el omóplato que le decimos, de este dinosaurio pico de pato. 去年伫这捌发现脚链的化石，进一步确认新品种的恐龙。为着惊被破坏，所以这个记录地球7000万年前样貌的珍贵遗料，怎么所在保密，无对外公开。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